如果啲傳統嘅鷹派嚟講咧，佢哋又唔係咁睇，繼續堅持要睇住個通脹加息咁。係嗱，鷹派咧佢哋反對即係嗰個意見係咩咧？第一嗱，我哋到 Thomas Hockney 咧就洪尼格咧，佢就話咧同日本嚟比較呢個所謂嘅漩渦式嘅風險咧，係比較言過其實嘅 overstated 嘅嚇。咁Charles Plosser 佢又講乜嘢咧？佢就話銀行存款擺喺呢個聯儲局度過萬億，就唔可能會通縮嘅，咁係咪咧？其實咧，我覺得佢有少少講大話嘅，因為我同大家講好多次，你嗰啲錢如果擺咗喺聯儲局裏邊咧，你啲錢出唔到街咧，你變咗冇咗個 money 嘅 velocity，即係啲錢唔會再轉嘅時候咧，咁你個 M3其實一路跌緊嘅，跌人 10%，咁所以你個通縮係嚟緊，所以我哋成日話會有通縮就係咁解啦。咁Charles Fisher 咧就話咧，佢話應做嘅我哋已經做咗啦，而家係無濟於事嘅，咁呢個咧就比較現實派啲。見到有時先至嚟做啦，使乜咁緊張啫？咁樣嚇。即係講啲嘢其實都唔係好成立啊！咁如果嚟緊聯儲局真係要面對嘅或者應付嘅咧係通縮嘅話咧，但係其實而家嗰個息已經係減無可減㗎啦，咁可能又要向市場泵水。但係睇翻咧其他嗰啲國家嘅經驗，其實成功嘅機會啊，又係一半一半嘅喎。係啦，嗱我哋揾3個國家嚟睇睇啦嚇。英國咧就買2000億英鎊嘅國債，大家都知嘅啦，係咪？咁咧就其實咧佢表面上睇咧，佢係成功咧，即係脱離咗通縮嘅行列。咁佢個啱公佈 CPI 有3.4% 嘅嚇。但係日本咧就最先係奉行嗰個超寬鬆貨幣政策嘅。咁但係咧到而家都係失敗，都陷入咗我叫流動性嘅陷阱嚇。呢個 liquidity trap 裏邊嚇。咁咧就好啦。到美國啦，美國係點咧？泵咗2萬億，點解2萬億咧？包括1.25萬億嘅 MBS， 即係買兩房嗰啲啦，係咪？即係泵唔出街啦。咁但係而家到而家為止，一個 CPI 都係1% 到，咁似乎冇乜效力喎嚇。係啦，咁英國表面上就叫成功啦，日本咧就係即係做唔到啦，失敗咗啦。咁如果而家美國暫時睇落去又好似唔係好成功，咁如果嚟緊真係加碼，又會唔會可以真係打擊到通縮咧？我咁加咗碼先嚟講啦，係咪啊？加咗碼先，咁啲錢真係出到街先，咁你等個 M3上翻去先，咁先打擊到通縮嘅，要幾個步驟，唔係話我加碼咁啊得，嗰啲錢喺翻你度咁就冇用啊嘛。起碼要做嘅先，都唔好得個講字啦，係嘛？好啦，我哋呢節傾到呢一度啦，轉頭翻嚟咧睇睇越南咧，俾惠譽大幅調低咗信貸評級，有啲咩啟示嘅？翻嚟節目時間啦，呢節咧講講越南啦。嗱，越南咧就係亞洲區率先加息嘅國家之一嚟嘅。咁但係越南加息嘅原因咧，主要就係為咗去壓抑通脹。咁啊，佢哋嘅經濟咧就係冇澳洲加息個條件咧咁好嘅。咁睇睇咧就係舊年12月咧，越南央行大幅加息咗1厘啦，指標利率咧到而家咧都繼續係維持喺8厘嘅水平嘅。咁啊，另外咧就係喺加息之後咧，通脹咧就未見到有大幅嘅回落嘅。咁個 CPI 方面咧，由舊年嘅12月咧按年升6.52%，咁去到今年嘅7月咧，嗰個嘅通脹仍然係企喺按年升8.19%。咁雖然呢個數字咧已經係遠低過咧08年8月嘅時候嘅按年升28.32%啦，但係仍然就係高過舊年8月嘅1.97%嘅。咁可以見到咧，就算係加息都好啦，咁啊個通脹都仍然係好嚴重下。係啊，咁你睇到一個國家咧，佢08年嘅通脹8月啦計下，佢可以28%，09年嘅8月可以1%咁，咩國家嚟嘅咧？不過咧，越南政府咧就部署啦，佢通脹高啊，咁啊佢又部署咧就又再即係採取呢個放寬呢個貨幣政策嚟刺激經濟咧，全世界咧都係咁啦。除咗歐洲就 austerity， 仲要緊縮政策。咁講下咧，佢都縮唔切㗎啦嚇，都係要放寬些少㗎啦。好啦，首先咧佢用乜嘢咧？就越南就第一要貶值啦 ，devalue 佢嗰個東啦，係嘛？佢嗰個貨幣啊嚇，越南盾啊。咁啊計佢年11月咧對美元大幅貶值之後咧，佢今年2月又再度大幅貶值，咁啊2次貶值一共貶咗幾多咧？貶咗7%，呢個對美元嘅貶咗7%。咁啊惠譽咧就擔心越南咧隨住出現金融不穩，咁咧就決定咧下調越南嘅主權評級，降到投資級別低4級，即係話咧投資級別，不過都唔好投資啦，咁樣即係意思。咁展望咧就去到穩定啦，維持翻去穩定。咁惠譽下調越南嗰個級別嗰個理據係咩咧？佢話咧外債嘅融資能力下降，咁啊級別下調咧就。咁你調低人哋嘅級別，咁啊外債融資能力梗係下降㗎啦，係咪？咪仲影響人哋嘅融資能力係咪？係啊，真係咁啊財政越益依賴外資咁，
咁全部新興國家都係依賴外資嘅咧，係咪好多都唔通自己人資嚟搞咩？係咪先？咁佢又話咧有啲類似希臘啊，咁啊就宏觀政策咧就飄忽不定，咁啊忽然間又通脹，咁啊加息，忽然間又貶值谷出口，咁都唔知你想點？咁忽然間又28% 通脹，忽然間又1點幾個%通脹，咁啊經濟咧就有美元化嘅傾向，咁啊越南盾貶值咧動搖國民信心。其實有去過越南嘅人咧都知道咧係。使美金就仲緊要個越南盾啦，你孭住成袋越南盾去食餐飯嘅啫，大佬啊！咁啊，銀行嘅體系疲弱不振啊，官方指咧商業銀行嘅低息信貸咧就增加壞帳嗰個風險咁樣嚇。不過人哋調低佢評級就梗係多理據㗎啦嚇。咁我哋睇下啦，其實越南嗰個經濟情況係咪真係咁差咧？值得係被惠譽再調低嗰個嘅投資評級咧？嗱，其實越南嘅財赤方面咧，惠譽就估計今年嗰個財赤佔 GDP 咧就係達到7.6%嘅。咁政府咧就係繼續要靠住舉債去幫補財政啦，咁呢方面呢，就係存在啲風險啦。但係同時咧，佢哋嘅經濟增長咧就真係幾驚咧，就係會無以為繼嘅。咁啊，雖然咧政府估計今年全年嗰個 GDP 咧有望增長6.5%，而舊年呢就係增長5.3%。咁但係睇翻個固定投資咧，佔舊年越南 GDP 增長嘅比重咧，仍然咧就係超過40%嘅。咁即係好似即係惠譽所講啦，係比較依重嗰個係外資嘅。咁另一方面啊，越南盾咧雖然咧就係貶值啦，人為咁樣貶值啦，但係就唔能夠咧扭轉到個貿易赤字。咁啊，頭7個月嘅貿赤咧就係有成74億美金嘅，咁啊比舊年就係升咗接近2倍。咁啊，係咪真係咁差咧？又嗱有好有差啦。我哋睇下 IMF 點講，佢嘅報告咧就話咧，就越南嘅外匯儲備啊就偏低嚇，截到今年6月為止咧，佢哋個外匯儲備只可以僅夠支付呢個7個星期嘅進口需要啊。咁啊，另外咧就有專家警告即係越南嘅外匯儲備偏低之餘咧，就3月嘅時候咧去到138億美金嘅啫。咁啊個貨幣信心亦都係疲弱嘅。咁啊，如果佢放寬貨幣政策咧，就會更加存在風險啦。咁啊，雖然惠譽對越南放箭啫，但係市場上亦都有唔少睇好越南前景嘅啦。譬如 ADB 即係亞洲開發銀行咧，就話越南嗰個宏觀經濟形勢咧就相當之正面嘅噃。咁啊，摩通啊就奇怪咯，摩通就話越南嘅債務違約機會咧就相當之低嚇。係又好又好又壞啊，都幾極端嚇。咁啊，究竟我哋睇下越南啦，嚟緊會發展成點咧？因為之前咧，其實啲評級機構咧都不斷咁樣向歐豬5國嘅放箭啦。咁但係其實佢哋而家個情況都叫穩定咗啦嚇，有歐洲救嘅話。不過今次越南又會唔會係避得過咧？定係有機會真係好似冰島啊，甚至係出現希臘式嗰個嘅經濟危機咧，繼而打擊到投資者對於亞洲啊，甚至係新興市場嗰個信心咧？嗱，而家當歐美出事咧，就即係全球都係鼓吹呢個新興國啦，係咪先？咁尤其是亞洲嘅東盟10國啊，咁樣加埋呢個南美嘅國家，再加埋印度啊，咁加埋好多呢啲咁樣嘅新興國啦。咁啊炒作一番之後咧，你估佢會唔會走咧？佢梗係同你有親咩？係咪先嚇？另外咧就邊個黐中國咧，就邊個倒霉嘅嚇？好似溫家寶訪問呢個溝生落台，訪問呢個呢個咩陸克文又落台嚇。咁其實喺度圍堵緊佢，咁而家咧就啱啱結束過第43屆嗰個東亞峰會咧，裏邊咧就係歐盟10國，再加即係10+3加中日韓，又加埋個澳洲、印度、新西蘭，而家又加埋個俄羅斯同美國落去。因為其實咧成個呢個東盟咧，其實又好驚中國，又好驚呢個美國。咁啊越南又話未來去整核發電廠又同美國黐埋一齊。好啦，咁如果越南咩冬瓜豆腐咧，對呢啲歐盟即係或者東盟呢啲咁樣嘅國家咧，可能會一連環船咁影響，所以大家咧要留意下啲新興國，唔好話即係太過憧憬得太犀利㗎啦嚇。好，大家都要留意住啦。我哋呢一節嘅傾到呢一度，轉頭翻嚟咧就會睇睇美股最新嘅市況，同埋揾嘉賓傾歐洲信貸市場嘅最新情況嘅。